心往何處安？有聲書，作者安，有聲書文本整理朗讀 Irene。 第14章，決定入住中途宿舍。我秘密申請入住中途宿舍，原意係令我對自己嘅病有更多認識，避免再次發生中嘅事件。我真係好怕，害怕會歷史重演，所以就申請入住中途宿舍。首先，社署要求媽媽同我先參觀中途宿舍。我哋參觀嘅係一間喺麗景男女共宿嘅宿舍。然後喺會談裡面，嗰批主考官問咗我一啲問題。主考官好似係有護士、職業治療師同埋社工。雖然佢哋批准我入住，但係由於係男女共住，食飯嘅時候男女會一齊食，我始終都覺得有啲尷尬。我都係選擇去到大家樂用餐。後嚟我轉去港島區一間中途宿舍。呢間中途宿舍我幾鍾意，除咗交通便捷之外，最重要係全女班。我年青貌美，少咗好多心理威脅。我喺中途宿舍見到好多嘢，學到好多嘢，同時亦有好多時間觀察同埋思考。我諗如果冇中途宿舍，就冇今日嘅我。每發生一件事，我都需要時間俾自己消化、磨合，而中途宿舍就俾咗我呢個時間同埋空間認識自己。如果冇中途宿舍，就唔可以往後退一步，清清楚楚見到事件嘅真相。中途宿舍係收容一啲康復中嘅精神病患者。據我所知，香港現有2類中途宿舍，除咗全女同埋男女之分之外，仲有一類係所有生活細節都唔需要自己操心，包括煮飯、洗衫同埋打掃。屯門嗰一間真係頤養天年嘅好地方，外面有燒烤場，有沙灘，仲有一個大公園，簡直係人間樂土。但係對我嚟講，唔悶死先怪。我住嘅嗰一類主要係訓練舍友嘅自理能力，以便佢輪候入住公屋之前能夠有所準備。一切嘅起居飲食都要學習自理，例如買餸、煮飯、打掃、做職業治療、自行去到醫院覆診等等。呢間中途宿舍有一樣好處，就係幫康復者謀求後路之後，先俾佢哋出院。有啲會入住公屋，有啲去私家宿舍。嗰啲唔能夠照顧自己嘅康復者，可以申請能供百年歸老嘅政府院舍。大部分嘅舍友嘅錢係俾姑娘看管，有舍友領取綜援之後，姑娘就用呢啲金錢嚟糾正舍友用錢嘅習慣，例如用扣錢嘅方法令舍友改變一啲唔恰當嘅行為，例如冇沖涼、朝早唔願意起床等等。我哋宿舍共有36個床位，每6個人一間房。每個月嘅第1個星期一，我哋會有宿舍大會，商討宿舍大小事務。每個人都可以喺大會發表意見。宿舍大會嘅主席有2位，係由舍友選出。家務方面，我哋分為房務同埋社務。
通常房務係由舍友輪流擔任，包括抹台、掃地、拖地同埋洗廁所。其實係一種訓練，等佢哋上樓嘅時候可以照顧自己。而社務係為人民服務，包括煮飯、開洗衣機、買生果、買麵包，仲有倒垃圾。每個星期有一日唔煮飯，係姑娘開會嘅日子，負責煮食事務嘅姑娘就會編間表，由2位舍友安排膳食，規定要有魚、肉同埋菜，咁樣宿舍三寶就出現啦，係生菜、肉餅同埋鯇魚。而每個星期日都有老火湯，通常係清補涼或者青紅蘿蔔。我哋有一個膳食委員會，大概每個月會花10分鐘嘅時間商量一下膳食嘅問題。呢間中途宿舍係收容比較穩定嘅精神病康復者，話雖如此，亦都有一啲比較嚴重嘅病人，但係佢哋係退縮多於暴力。點解傳媒成日大力宣傳精神病人嘅暴力行為？根據統計，所謂正常人嘅犯罪率比精神病人更高。而且可悲嘅係，有陣時精神病者所做嘅行為，好似我咁，係非不得已。呢種傷痛，又有邊個知道呢？